開始啦，開始啦，好啦，得啦，開始就咁啦。好，唔該。係啊，因為嗱冇人夠膽好公開同埋高調咁樣講嘅，係啦，唔敢，因為唔知你可能兩邊都得罪晒啊嘛。係啊，中國台灣都得罪晒，咁啊包括香港政府都會得罪晒，所以都係小心。係啦，有啲心理準備。冇錯啦，我哋就冇咩可以做，都要係啦，我哋冇嘢可以做，只能夠即係聽天由命。呢個 Jordan 好唔該。開始咗啦，嗬。得㗎啦，好啊你大家直播緊㗎嘛？好啊，係直播緊㗎啦，直播成個 screen 睇晒㗎啦。好啊。係啊，你中意聽下馬嗰個得㗎。我會唔會出現到喺鏡頭入邊㗎？你睇下先出現咗，出現咗。好啊。但係你要褪前啲，你前啲，因為佢啲乾啊。哦，係喎，打到喎。我算啦，唔使啦，因為我今日都係試水溫嘅啫。好。係啦，試水溫。嗱，你可以望一望睇得唔得？有冇人睇都唔緊要嘅，其實就。